干一杯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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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准备！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哎呀，要是没有马哥相助，我早就病死了。多亏马哥烧药过来，救了小弟一条命啊！马哥待咱们比亲人还要亲呐。对呀，别说这些了嘛。唉，当年咱们从云南来京城，一路上不知道脱了多少层皮，我们这份情谊是拿命换来的呀。没想到马哥还念着这份旧情。是啊，哎呀，四海，你爹静静来瞧你来了。什么呀？爹是逃难来的，庄稼遭灾，财主逼债，一家人走投无路，只好奔我来了。那你怎么安置他们呢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爹在夫子庙帮工，娘病着，一家人没个住处，两个兄弟饿得讨饭，老娘病重躺在破庙里等死，我却没有钱救她的命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哎，那你爹有什么擅长啊？养马。燕王在京郊农庄养着好几百匹战马。这样吧，叫你爹去那儿吧，你们一家人都搬过去，说不定还能治好你娘的病呢。马哥，您当真？燕王是个恩重如山的主子，只要我禀报一声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马哥，小弟一家谢您救命之恩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赶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四海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好他们。马哥，四海什么话也不说了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马哥对咱们真是太好了。是，对，马哥对咱们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听马哥的。是，为马哥效劳。听马哥的，马哥对咱们太好了。马哥，请留步，不送了啊！多谢马哥，马哥，不送了，告辞了，好走啊！马哥对咱们真是太好了，这下可好了。景洪兄，我以为你早走了呢。我是故意在这儿等你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是你自己有难处吧？否则，为什么请这么多人吃饭呢？哎，我有什么难处啊？处心积虑，另有所图，投其所好，收买人心。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马哥，我只想帮你的忙。帮什么忙？宫廷里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，太可怕了。当太监的，步步都走在刀刃上，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。还有，皇上一旦并天，太孙继位，必然要清理后宫。我们这些伺候过先皇的人，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说到底，还是拿命换来的情谊最靠得住。景洪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走，再上去喝一盅。没时间了，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好，燕王是我的恩人，我这条命是他的，所以以后宫里有关燕王的一切，我都想知道。我只能将最重要的告诉你，不过除了燕王之外，万万不可泄露啊！你放心吧。皇上已临大限，快不行了。真的？还有一事，京城王府里也有一批管家和下人，是吧？是啊，班第和北平王府一样，他们都忠心耿耿的。哼，笑话！皇上天威无处不在，锦衣卫早就安排卧底了。卧底？卧底是谁呀？王爷，喝点茶吧。王爷，喝吧，殿下，不碍事的。先生，说我不碍事。
我是说，殿下喝点水不碍事，不是说殿下的病不碍事。哎，我只是感到周身乏力，骨痛筋酸，怎么能说是不碍事呢？殿下诊完了，在下给您开个方子。谢谢先生。去，给先生准备20两银子。是。先吃2副药看看吧，在下告退了。先生请留步。我重疾在身，骨痛难忍。先生怎么只给我开了一些活血化瘀、去火理气的东西啊？生病有大有小，用药可缓可急，病不同，医病的人也不同，医术迥异，各施其道，就看治病的人如何断，如何治。先生，小王的病到底重不重啊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先开2副药吃吃看吧。先生，有劳先生了。本王长居北疆，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还望先生关怀体恤，尽心竭力呀。在下是太医院的御医，只知道伺候皇上，谨遵圣命。殿下的病，在下自然会倾尽全力，如实诊治。其他的事，在下是万万不敢的。你是奉父皇之命替本王治病的，本王略表心意，也是在情理之中啊。你这样推三阻四，倒是让本王感到脸上无光啊。那好，殿下既然这么说了，在下只好从命了。此物价值连城，朱棣分明是用它来封口。装病交权，欲盖弥彰，朱棣反心已定，必须尽快除之啊！这件事情太大了，我一定要禀奏皇上。禀皇上可以，但同时必须准备动手。此时朱棣肯定有所察觉，要马上派兵把燕王府包围起来，要加强城门守卫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朱棣跑了。殿下，王景洪说了3件事情。第一，皇上已经吃不下东西，每天都要服大量的药撑着。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朱允文知道吗？此事只有太医院的御医知道，其他人包括太孙他们也不知道。王景洪因为伺候皇上用药，才得知真情。天下就要大乱了。第2件事情，就是殿下装病的事情，恐怕皇上已经知道了，对殿下的一举一动极为关注。皇上说了，说是有病要治，无病且防。
不知道是不是要对王爷下手了。第3件事就是王府里面的影子，他还没有查出来。不用再查了，防不胜防。还有，王府四周不但有密探，今天早上还进来了大批伏兵。知道了。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不会连封家书都送不回来吧？殿下此次进京，的确是冒着风险。不过凡事皆有两面，疾风方知劲草，烈火才见真金。话是这样说，王爷在京师，咱们在北平，一旦有什么变故，我们有救也使不上啊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王爷他别有性命之忧。临行前，大师授我妙计，以退为进，交出兵权。可是本王话一出口，没想到朱允炆早有准备，顺水推舟就接了过去。情急之下，我灵机一动，以攻为守，暗示二王曾经多次想与我结盟，虚张声势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脑袋躲过去了，留下了屁股。装病这个由头，让父皇抓住了把柄。殿下，皇上聪明过人，殿下让皇上派的御医掐住了命脉，现在前后无路，左右遇险，应该怎么办才是？眼下门外是伏兵，屋里藏内鬼，只有一步险棋，或许能够险中求生。哎，过来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哎，吃饭了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饿了，来，老四可真有两下子啊！竟敢大张旗鼓的请咱们喝酒，在咱们20几个兄弟当中，老四城府最深，不得不防啊！他有心计，咱有对策，怕他？王爷，你下去吧。是，老四啊，听说你病了，二哥给你送药来了，给你治病。这药好啊，啊，它能够治你的心病。啊，多谢二位兄长关照。哎，小弟确实有一块心病。今天我舍命相陪，痛痛快快的跟二位哥哥喝一次酒。这酒也好啊，叫庆功酒。庆什么功啊？庆祝秦王总揽全局，领众王之首，成就不世之功啊！哎呀，老四啊，你这个酒令说得好啊！来啊，我跟你干了啊！好啊！老四，这分明是话里有话呀！谁不知你是英雄虎胆，最近却听说要交出兵权。我们实在是看不懂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老四是要激流勇退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事情明摆着，四弟久居边塞，常年征战，已是体衰病重，力不从心喽。现在北疆安定，四弟只想解甲归田，调养病体，求几年寿数而已啊。老四啊，咱就别兜圈子了。啊，三哥是个粗人，可是爱说实话。你甘心做行尸走肉的王爷吗？我就不相信了。你曾经手握重兵，功高盖世，朱允炆那个黄口小儿，他能轻易的放过你吗？啊，老四啊，
说白了吧，那不是我们在逼你，是方孝孺、齐泰那些奸臣，他们早就在迷惑圣上，蛊惑削藩，祸乱朝野，败坏社稷，就是他们逼得咱们兄弟往绝路上走啊！这是问罪齐泰等人的联名奏章，我和二哥准备联络众王爷，共同署名以后递上去。现在可就缺你的签名了。齐泰、方孝孺这些人，必须让他们掉脑袋。二位兄长，真会给小弟治病啊！拿一个无人签名的奏章，要小弟糊里糊涂署上名字。你们呢，浑身上下抹了油，不沾一点腥味儿，要我来背这个黑锅？当然要在众王署名之前，先让你签了。谁让你功高盖世、众望所归的？二位哥哥不愧是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高手。说白了，你们让我联名上书是假，抓我的辫子、攥我的把柄是真。你们担心的是当初落在我手里的那样东西。这是当初你们硬塞给我的那封密信。果然他还留在手里啊！哼，笑话。什么密信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这你们都看好了，这可是二位哥哥的字迹。当初我拿了你们的信，就像捧着一个烧红的烙铁，接下来烫手，扔出去惹祸。多少天我是夜不能寐，苦不含言，忠孝两难呐！这封信成了手足相残的祸根，被你天道的罪证。事到如今，我明白该怎么办了。哎，四弟，四弟！我的心病就是这封信，我要交出兵权，也是为了这封信。我不想兄弟之情再受伤害，骨肉之间再添猜忌。万一有人问起来，祸乱之罪我一个人扛，天为震怒，我一颗头顶着。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信，此事也与你们绝无瓜葛。二位哥哥，到此为止吧，咱们还是做辅佐新储君的叔辈王爷。小弟拜求你们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写好了奏章，明天就面见父皇，禀明此事，交出兵权，远离燕地，安心养兵，永不干政。啊！殿下，影子进宫了。啊！他，殿下，臣早就说过，朱棣装病，包藏祸心，假意交权，欲盖弥彰啊！此刻如果不将计就计，一举削藩，将贻害无穷啊！那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说什么已不重要，朱棣联手二王，已成定局，结党乱政，铁证如山。殿下要早下决心呐！那皇爷爷会怎么说呢？皇上肯定已经睡下了，绝不会为这种小事烦心。三个兄弟在一起喝喝酒，叙叙旧，其实也算不了什么。他老人家肯定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殿下，怎么样了？影子已经送出去了。由他去吧。
是。马赫，你猜猜这个奸细的主子是谁？小的不敢说。但说无妨。这天底下，胆敢给王府里面安插卧底的，那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皇太孙，另一个人小的不敢说。地下有影子，那是因为天上有太阳。唉，难怪人们说，最是无情帝王家。殿下，禀告殿下。王景洪已经传话出来了。说。他说皇上已经给皇太孙下了密旨。什么内容？不知道。王公公，你进宫也有20几年了吧？你每天做同样的事情，就不觉得烦吗？不烦，奴才天天干，习惯了。再说，我也找到点窍门。您看这满地的灰线，看似一团乱麻。其实，好好的归拢归拢，就搓成一堆儿了。所以呀，再脏再乱也不怕，只要找到了下手的地方，手里拿着扫帚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你这是话里有话呀。殿下，皇上密旨怎么说？急事缓办。对呀，殿下。圣上对殿下期盼殷切，不惜大动干戈，为殿下除尽荆棘。削藩，此乃当务之急。可是越急越要周全，事情越大越要慎重。急事缓办这4个字说得透彻。既然一口吃不下3王，那就循序渐进，破除勾连，分而治之。燕王势盛，合秦晋2王之力而不及。若燕王在，秦晋2王必不敢反；若燕王不在，2王有恃无恐，必生事端。所以，当务之急，削藩为要。削藩之首，当为秦晋2王。待削夺2王之后，燕王可图也。可我担心，若放走了燕王，那不等同放虎归山？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皇上在密旨里已经说了。王公公不愧是皇爷爷派给我的心腹，你太了解当今皇上了。启禀皇太孙，燕王朱棣宫外求见。皇爷爷刚在信里说过，他就真的来了。天子龙脉，血肉相通，3代轮回，相克相生。
皇太孙呐，朱棣称病，妄想欺瞒朝廷，请赐微臣死罪。这话又从何而来呀？微臣上交兵权，并非贪图安逸，实为仁孝不能两全，无奈只能出此下策。机幻是假，避祸是真。四叔，赶快起来吧。实况我已略知一二，正好把话都挑明了。秦晋二王撺掇着四叔一块儿与侄儿作对，四叔既要恪守君臣之道，又不愿得罪二叔三叔，只好忍痛弃职交权，抽身而退，以求与世无争。如此，既恪守了君臣之道，又保住了你那清白之身。皇太孙明鉴，真是一针见血呀！臣叩请千岁赐罪。四叔，侄儿猜到了您的心思以后，反倒是更加敬重四叔了。此举正说明四叔的气量深似江海，忠义之心天地可见呐。四叔，您不愧为忠臣，不愧为贤王啊！侄儿有您的鼎力相助，可真是天大的荣幸啊！侄儿从今要视四叔为周公，在此请受侄儿一拜。皇太孙折杀微臣，在下不思为朝廷解忧，反生求安避祸之念，真是惭愧万分，无地自容啊！臣这一辈子唯有忠心耿耿，为皇上分忧，为储君效命，以告为大哥在天之灵啊！王爷，爱妃呀！王爷，你可回来了？我早就说过，长则2个月，短则1个月，我定会回来的，如何？王爷，嫔妾可是每天数着时辰在过日子啊！王爷走了整整33天，我真的怕。王爷，10几天前，王妃就在此天天等候您归来，眼睛都望穿了。让爱妃牵挂了，我也是归心似箭呐。走，回王府吧。王爷请。这都是马和朋友的亲属，务必多加关照。京师一行果然不出大师所料，父皇真是太厉害了，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软肋。刚从太子府出来，父皇派的御医就赶到，这病也就没办法再装了。王爷现在也痴迷皇上的权术了吗？请殿下永远记住一句话：王道胜不过天道。你想一想，为求治人之术，皇上不惜把你们这些儿子就藩为王，共为天朝，其实求的是大权独揽，朝纲独断。可你们这些藩王做大之后，必然各有其志。皇上绝没有想到100年之后已是分崩离析，此乃为权术而犯天条。大师言重了吧？皇上让诸王觐见东宫，先要你等在前庭以君臣之礼相见，后要去后堂让太孙行叔之大礼，亲情皇权相克，君臣父子相背。今天之祸端，皇上是根源。当年处心积虑，今朝自取其祸。还有比这更大的事，父皇几乎不能进食了。那就是说，皇上的大限之日真的快到了。
如果皇上真的到了大限，您想，皇上会如何行事？父皇会抢在死之前，把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，也会把该杀的人统统杀完。阿弥陀佛，天崩地裂已迫在眉睫。阎王，赶紧应变吧。马和，柳叶的死，你还记得吗？永远不敢忘记。你想过吗？如果重蹈覆辙的话，你可能比他死得更惨。我也想过，但是我不怕。我怕。你怕？你怕那些无齿蓝颜？你怕那些龌龊的小人吗？姐，我们情同姐弟。我怕你。怕我？我怕你把别人的父老兄弟当成人质。我怕你拿朋友的信任忠诚用来邀宠献媚。我怕你扣住他们的亲人，为的是要他们为你卖命。我怕你根本就不懂得人间的真情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攻于心计，是不是因为你终究是个宦官？姐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你跟其他人一样，根本没有把我当人。我的那些兄弟们，他们也知道太监不是人，可是他们也有父母，他们也有姐妹，他们也是父母所生，他们也会心疼，因为他们也有情分，也有亲情。他们身如蝼蚁，命如草芥。可是现在局势变幻，朝不保夕，他们心里面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父母兄妹。如果可以让他们所爱的人活下来，他们就会死而无憾。所以我要想尽办法把他们的亲人保护起来，也好让那些兄弟没有太多的牵挂。我要为他们分忧解困，也为他们留住一点情分。奉旨，即日起，各地藩王不再节制布政使，各藩镇所属兵马及本城所有军政行民，均由藩王与布政使统领。此谕
臣领旨谢恩。我已得到密报，二哥亲王不是暴病而亡，而是被人毒死的。皇上开始拔刺了。三哥晋王闻讯后，度日如年，处处小心谨慎，哪曾想仍然没逃过厄运。中秋晚上还是好端端的，天亮就断了气。不管是病死还是毒死，是被皇上除掉，还是被太子所杀，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下一个，恐怕要轮到燕王您了。我绝不会落到他们的下场。难说呀。身患绝症的皇上，还要坚持到最后一息，了不起呀，洪武皇帝！王爷，酒菜都布置好了，您就趁热用吧。王爷，你一天都没吃没喝了，这样下去身子可顶不住啊。你端上来的，你吃。王爷，吃。禀王爷，这菜跟平时的一样好吃。好吃就接着吃，都给我吃了！皇太孙口谕，禀告燕王，皇上他龙驭归天了。平身吧！谢皇上。列位爱卿，大行皇帝御天而去，给朕留下的是千军重担，万里江山。朕感到独臂难支啊！
恭请皇上以社稷为念，节哀自重，继往开来，再创盛世。朕年轻继位，心中不免诚惶诚恐。众爱卿都是前朝的老臣，国之栋梁。朕盼望你们能够秉承太祖遗训，宫中体国，辅佐朕宫，承前启后，造福大明。臣等受先帝厚恩，如今报效皇上，忠于社稷，万死不辞。臣等报效皇上，万死不辞。今日朝会，朕想请列位爱卿各抒高见。眼下，朝廷万般要事中，何者当兴，何者当除，何者当改，何者当裁，请众卿们直言。爱卿们看来看去，为何口中无言呢？禀皇上，老臣知道各位为何无言。讲。先皇主政时，先后有5位文武大臣因为直言进谏，惹怒了天颜，就在这座大殿内惨遭廷杖，伤筋断骨的被抬了出去。如今地上的鲜血不见了，可先皇天威犹在，众臣公惧意未消。爱卿们，你们遇到过的事，朕也曾遇到过。朕当朝立誓，太祖年间所有的酷政猛律、严刑峻法一律革除。朕要以人为本，以德治国。朕要兴以宽教蒙、恩威相宜的革新之政。朕改年号为建文的深意，便是要结束重武轻文之政风，建一代郁郁葱葱的文治之朝，弘扬天道，开创盛世。从现在起，爱卿们无论所进何言，所奏何策，也无论朕是从还是惧，一律无罪。皇上一言九鼎，可谓大明之幸，臣子之幸，天下苍生之幸啊！众爱卿，那就请直言议政吧。陛下，臣谢晋有本启奏。你是礼部主事谢晋。谢爱卿，请讲。皇上刚才所说的宽猛相宜，的确是除旧布新的维新之政。然宽离不开猛，猛是为了宽。何为宽？臣以为就是要才艺宗藩，护佑皇权。秦汉以来，藩镇之患史不绝书，如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朝廷的东南西北，环绕着燕王、宁王、楚王、齐王、襄王、吴王，他们贵为皇叔，兵多权重，雄镇一方。表面上是朝廷号令天下，节制藩王，而实际上是藩王日益做大，朝廷危如累卵。臣每念及此，便心惊胆战。因此，藩镇不削，将国无宁日。谢大人所言可谓入木三分。臣叩请皇上以雷霆手段，从速裁撤藩镇，将天下所有兵马收归朝廷，以防患于未然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陛下初登大宝，宜行仁政，不宜大兴杀伐。削藩之事，尚需渐渐图之。既是后患，就当早除。
左瞻右顾，只能作茧自缚，终成伟大不掉之势。仁政卫士先行杀戮，有违圣君之道。你好了，都不要再争论了。各位爱卿，朕初登大宝，怎么能对皇叔们不敬呢？皇上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心怀妇人之人，必然贻害天下呀！哎，好了，皇上，削藩一事就议到这儿吧。新朝出力，千头万绪，还是赶紧议议赈灾抚民、轻徭薄赋的具体事吧。进京奔丧，定是一场灾难。殿下不妨就地举哀，静观其变。百善孝为先，居死而不亡，怎么能对得起父皇的养育之恩？现在岂是尽孝道的时候？这明明是自投罗网啊！不去便是对父皇不敬，反让天下人耻笑。父王，那就让儿臣替您去吧。大孝不尽，父皇地下不安，更非本王所为。告知马和，走。是。王爷，放心吧，我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王爷。启禀殿下，末将挑选的护卫将士已经集结待命，请王爷示下。父皇大丧定在本月初9，我们要在初7之前赶到长江浦口，初8过江，万不可耽误了。着高志率马军先行30里，张玉率步军随本王同行，每日扎营时合军一处。遵命。出发。娘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快说！京城秘籍，拿来。给我，快给我！哼，朱允文果然是没安好心。哼，来人啊，给我召集人马！大师，您说把王爷追回来行吗？王爷临行之前已经把话说尽了，其意颇坚，谁能更改？哪怕老衲前去劝阻也无用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王妃，大事不好！二王子点了5000经济追王爷去了，他要保着殿下去京师找皇上算账啊！追！快把二王子追回来！是。那来得及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也要追，这是在抢王爷的命。你想想，天底下哪有带着5天铁骑去奔丧的？这就是谋反啊！这是把燕王殿下往虎口里送！天哪！二王子！二王子！二王子！咦，二王子！二王子，王妃有命，让你立刻回去。说什么？王妃有命，让你立刻回去，不准去追燕王殿下。胡说！我去救我爹，你却说我娘不让我去。你小子安的什么心？滚！撤！二王子！二王子！昔尧舜行仁政而天下治，天下治而成千。皇上，朱棣奉旨进京。好啊，太师说的太好了。皇上，朱棣已经快到浦口了，他身后暗藏着5000精兵啊！禀世子，前头就是江边浦口镇了，咱们是否暂停前进？进镇等候。浦口镇属于京畿反地，按照常规会有朝廷驻军，我军如果在镇外等候，可能更妥当些。驻守浦口的是什么官员？通常是一位指挥使。的确有点蹊跷，他早应该出阵来迎接本世子。
走，看看去。驾！驾！吁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过江！过江干什么？为先皇送葬。看起来，你们是燕王的部将了。王长子朱高炽奉王命先行，你快快让路，然后开棺备船，迎接我父王过江，听到了吗？公子的话，本将听见了。现在，请长公子听好了，你们到此为止，燕军即刻返回北平。你一个小小的指挥使竟敢拦道，听着，赶快给我让开，否则本职就要破关了。大公子，此人不是指挥使，他是镇南侯铁平将军。铁平将军，奇怪，长公子不认得本将，长公子的随从倒认得本将。铁大将军吉祥。哦，你不是那个小晋升吗？是。承蒙铁大将军所赐，成为太监。现在我为燕王效命。恭喜啊！那你赶紧回去禀报燕王，请他立刻返回北平。在下不解，燕王赴京奔丧，为什么将军要阻拦？请将军详示。哦吼，历练的伶牙俐齿啊！能够拦住燕王的，自然是当今皇上。皇上有旨，各地藩王原地尽孝，不准进京奔丧。这就奇怪了，圣上刚刚下旨，要王爷进京奔丧，怎么没几天的功夫就变了呢？本将只认圣旨，圣上命我守住浦口城关，别的事本将一概不问。铁平，我父王即刻就到，你马上开城相迎。其他的事，待我们进了城再说。本将说过，不准进城。这还是不是大明的国土？你还是不是大明的臣子？敢把燕王拦在城外？无论哪位王爷，都得奉行大明的律令。听着，本职今天非进城不可。小子，你铁爷爷随先皇征战的时候，你还没出娘胎呢。懂事的退回去，不懂事的休怪你铁爷爷不讲交情。住手！父王，为什么动手？殿下，铁平将军不准燕军入关，公子因此与他相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父王护驾的，没想到遇到了这些有眼无珠的看门狗。您等会儿，带我去收拾了这个老匹夫。住口！回营再给你算账。铁大将军，久违了。末将铁平拜见燕王殿下。周须，还不向铁大将军赔罪？我，父王。末将得罪了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公子，请起。铁平啊，先皇御天而去，朝廷后天就要举行大殡。我身为皇子，特地赶来奔丧，为何要把我们拦在此地啊？禀燕王，皇上有旨，所有藩王在原地尽孝，不准进京奔丧。先皇大殡，
皇子竟然不能到灵前一拜，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末将接到言旨，身为臣子，实属无奈。这叫什么旨？我看是奸臣教诏，祸乱朝廷，离间我皇家亲情。末将不敢，末将这辈子只知奉命征战，从不干政。阎王，容末将说句心里话。说。阎王如果是当今皇上，末将绝对忠于阎王。但是，如今是皇太孙为帝，末将就只能忠于当今皇上。说得好，好啊，铁大将军，我不怪你。那你听着，本王非进浦口不可。不但要进浦口，本王还要从浦口过江，赴京奔丧。不行，除非从末将的身上踏过去。铁大将军，刚才您向燕王说了心里话，现在您可否容在下说句心里话？说。燕王从数千里外赶来为先帝奔丧，此时人已经到了江边，铁大将军应该先把燕王迎入浦口镇，以茶酒相待，同时遣人飞报朝廷，再行定夺。这样一来，您既对燕王尽了臣属之礼，也没有背旨不遵呐。说得好，开棺，燕王，请。父王，哎呀，父王，父王，你别打了，父王，别打了，父王，二弟也是一片孝心呐。谁让你带兵来的？啊，你是想让别人说父皇要谋反吗？父王，你就算是谋反，我也不能让朱允文把您给害了。混账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父王，儿臣以为还是先回北平为好，父王不能自投罗网啊。就是，咱们打过去吧，到了京师再找朱允文理论。哼，有铁平在这儿，我们根本就过不了长江。陛下，再不能犹豫不决，放虎归山了。要放朱棣进来，他5000铁骑，如何英勇也抵不过数万大军，定然瓮中捉鳖。还有，带兵奔丧就是谋反，正好以此为借口削了他，永绝后患。可朱棣，他是我的四叔啊！皇上如此仁厚，臣再献一策。皇上可以再拟言旨，令其他藩王即刻引兵返回封地，对朱棣网开一面，命他一人进京。他如遵旨，没了燕兵的燕王就如沙滩蛟龙，再难腾起风云；他如不遵旨，则反心昭彰，命铁平带大军在浦口将他一举歼灭。可朱棣他是来祭灵的呀，在国丧期间就大动刀兵，那朕岂不落下暴君之名吗？那就先不杀他，不动刀兵，就可以避免血流成河。朝廷可将其恩养起来，做一世太平王爷，既成全皇上仁君之名，又除了乱国之患呐！陛下。父王，要是朝廷不让咱们过江的话，儿臣可以夺下浦口水师的战船，进去挨兵，强行过江，看朝廷敢把咱们怎么样。高志，你看高旭的主意如何？儿臣以为不妥。首先，铁平忠于金上，从他手里夺船必动刀兵。再者，如果强行过江的话，等于授人以柄，朝中的奸臣会以此污蔑父王，志在篡逆。
听到了吧，高旭？实际上情况比高志说的更糟。我们如果强行过江，朝廷大军就会以剿贼为名，将我们绞杀得一干二净。要知道，这儿不是北平，是天子脚下，浩荡长江啊！父王乃是堂堂燕王，千里奔丧到了京城边上，却不能赴皇爷爷灵前一拜，这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？二弟，高旭话虽然刻薄，但意思并没有错。我身为皇子，堂堂燕王，如果连我朱家的京城都进不去，那将是奇耻大辱，随生忧死。哈哈，小兄弟，一晃10几年过去了，你竟然成了王府干将啊！可喜可贺啊！在下这点缘分，也是当年大将军留给的。哦，哼哼，难道你还在记恨我当初把你给阉了？在下早就没有弃恨之心了。大将军奉旨行事，对燕王是痛，对朝廷则是忠。您今日如此舍命挡在浦口，足见将军忠心事主，不日必受新皇重重奖赏。你小子好口才呀！小兄弟啊，老夫劝你一句话：离开燕王。为什么？燕王对朝廷不忠，早晚是要倒霉的。敢问大将军会背叛金上吗？绝不。在下也和大将军一样，誓死忠于主子。哼，好，胆气如虹啊！呵呵，我啊，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在下也敬佩大将军。大将军请看，有船前来。哟，还是搜皇家的龙舟啊！先皇丧礼已尽，着燕王朱棣独自进京，不得率一兵一卒，随行将士即刻返回燕地，不可在外驻留。钦此。臣朱棣领旨谢恩。殿下，回北平吧。你说什么？请殿下立刻返回北平。为何？朝廷决心已下，如果燕王此时不退，将无路可走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铁平随太祖征战半生，杀伐无数，血流成河。铁平知道，太祖最讲公道，最恨的就是阴谋。燕王雄才大略，盖世英豪，铁平十分佩服。但是铁平现在只能忠于当今的皇上。殿下，不要在小河沟里头翻了船呐！铁平，告辞。父王，怎么办？父王，铁平怎么说？王爷，朱能派人来报，在我们身后有大军移动。皇上是决心把我留在长江边了。殿下，在下有一个两全的办法。说，可以让世子替王爷赴京，去参加先皇殡葬大礼，王爷则声称北平告急，需要急返边关。这样一来，王爷既避免了抗旨之罪，也避免了只身赴险。世子入京之后，殿下只要能守住北平，朝廷就断不敢为难世子。父王，马和说的对啊，您和高旭还是先回北平吧，儿臣愿替您进京奔丧。不，你和父王回去，我一个人去京师。我看看朱允文小儿敢把我怎么样。
只有这样了。你们两个都去吧，互相还有个照应。小的愿保着2位王子去京师，拼了命也要保2位王子平安回来。马和，高志、高旭的安危你务必在意。大病之后，你们3人立即赶回北平。小的定当不辱使命。去吧。的遗旨，承继大宝，追晓先帝之辉煌，祈求社稷之昌盛，鞠躬尽瘁，以为先帝皇爷爷在天之灵。臣孙朱允文再拜。众爱卿，请平身吧。2位堂弟，快请起来。禀皇上，先皇大病已报，臣和高旭请求立刻返回北平，将皇上的忠孝之情转知父王，望皇上恩准。朕已经吩咐过了，一会儿内大臣齐泰会亲自礼送2位出京，请放心吧。臣谢恩。大王子、2王子，咱们不能回王府了。再不把门打开，小心本王子要你们的狗命！谁这么不讲理啊？圣上口谕，朱高炽、朱高煦留京为先皇爷护灵守丧，以尽臣子孝道。齐泰，你想把我们拘在京城做人质？失子言重了。2位身为皇孙，能为先皇爷守灵，这是何等的荣幸啊！齐泰，你祸乱朝政，离间皇家骨肉，我父王饶不了你的。2位王子，请吧。请你个头啊！我们走，加油！殿下，殿下，小的叩见殿下。高志、高煦，是不是让他们扣下了？
是。皇上让二位王子留在京城，为先皇守灵。小的有罪，没能好好的把二位王子保护好，小的万死无赦，恳请主子治罪。起来吧，这事怪不得你。叩谢殿下，小的一定舍命把二位王子救回来。大师，朝廷跟我翻脸了。贫僧还是要恭贺你。此话怎讲？请阎王想一想，假如那天是你亲自过江奔丧，那您还回得来吗？如果您回不来了，不要说2个王子，整个王府都将有营门之祸。只要阎王您健在，2位王子并无性命之忧。阎王要即刻上表称臣，以示忠义之心，就说朝廷留下2位王子为先皇守灵，这是朝廷对臣的恩宠。臣朱棣面南而叩，谢主隆恩。皇上处置了2个逆子，朱棣就再也无法装得若无其事了。如果他有异动，皇上正好发兵剿灭，此乃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啊！燕王势大，促难图之。伐巨木必先去其枝干，断其盘根错节，使其摇摇欲坠，然后拦腰一刀，让他轰然倒塌。臣以为朝廷可以先从周王朱肃下手，此王是朱棣的胞弟，久已不法，朝廷正可治其悖逆之罪，将他逮捕入京，罢官夺爵，之后再撤齐王、代王、襄王，众王皆废，朱棣弹指可除。周王朱肃横行不法，图谋篡逆，着将其借赴京城，交刑部严办。建文帝一登基，便亲历削藩，周王朱肃被废。齐王朱富、代王朱贵、民王朱变等相继被降为庶人，襄王朱柏拒捕抗争，全家自焚而死。削藩锋芒已经直指燕王朱棣。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燕王府里如临大敌，朝廷杀鸡4府，每削掉1个王爷，都下旨给殿下，让揭发诸王的罪状，以示支持。殿下现在气统成病，已经躺倒2天了。这一招是真狠呐！侄子抓了叔叔，殿下死了兄弟，还要天天颂扬朝廷。可是殿下既不能反对，又不肯赞同，他是痛不欲生啊！朝廷是在慢慢的绞杀燕王，一步步的憋死燕王。师傅，昨日得报，朝廷开始对北平下网了。上将军耿辉屯兵山海关，
永清左卫调入阵地，永清右卫调入德州，四面八方的军队加起来约有20多万，他们已经把北平重重包围，风雨不透了。这么说，只剩下北平这一座孤城，还是燕王的地盘。这座孤城，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。不碍事的，一时还死不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给燕王请安。大师，坐吧。马和上茶。是。燕王，王妃，据贫僧看，朝廷是要逼燕王上表，引罪自裁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哼！我现在是求生无路，求死不得呀！王爷，您可不能乱想啊！高赤、高绪现在还在朝廷的手里呢。爱妃啊，我就是因为心里惦记着他们呐。王爷，咱们安插在其他大营中的10几个千户全被抓了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此时仁者为奸，刚则易断，只有忍忍一忍再忍，王爷应能接刃不拔。忍吧，忍到家破人亡，忍到身首异处，忍到兵马钱粮4者齐备，那就是出头之日。禀告殿下，镇南侯铁平将军奉旨前来探望。王爷，无论铁平说什么，请王爷都不要动怒。王爷，更衣去正堂吧。不，本王就在这儿见他。是。请。末将铁平参见燕王殿下。铁平啊，你不是在浦口镇驻防吗？怎么跑到北平来了？禀燕王，末将奉旨前来探望燕王。皇上口谕，朕的周公病了，朕极为不安。什么？周公？对，周公。唉，让皇上不安，让朝廷惦记，微臣真是罪该万死啊！皇上还赐了不少宫中的良药，令末将呈交给燕王。东西我已经带来了。多谢皇上厚爱。铁平，你来北平，不会只是为了送药吧？这个，燕王见谅。有什么话，你就直说了吧。末将奉旨，要把燕王属下的王府3卫全部调离北平。这3卫兵马是先皇赐予我的，是北平最精良的护军。护军精良，天下皆知。但是，他们不是燕王的军队，而是朝廷的军队。可是这3卫兵马跟了殿下10多年了，如果你要强行调走，只怕会激起祸乱。将军，军权事小，兵变事大。铁平大将军，万一激起兵变，那就不是你我所能弹压的了。请朝廷三思。禀燕王，末将为了接收护军3卫，带来9万大军，现已驻兵通州城郊，因此末将不怕激起变乱。燕王啊，末将也是奉旨办差，请燕王见谅。张玉，末将在，请王爷示下。传令3卫总兵、指挥使千户
大唐听令。是。殿下，末将绝不离开你，末将不会离开你，绝不离开你，绝不离开你。殿下，末将身染疾患，干不了这差事了。末将愿进王府做一个下人，侍奉殿下。殿下，末将也不干了，末将也愿意做一家将。殿下，末将暂且告退。殿下，与众位将军告个别吧。兄弟们，都起来吧！殿下，殿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事其突然，本王也没有什么准备。这样吧，本王把多年攒下的私银奉送给各位兄弟，千户每人5000两，指挥使每人8000两，总兵每人1万两。微薄之序不成敬意。你们的家眷，如果愿意留在北平，本王必定妥善关照，每月定时送上粮油俸禄，所有待遇都和你们在本王属下是一样的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兄弟们，你们吃的是国家俸禄，自当听从朝廷调遣。人生在世，总是有分有合呀。你我日后再见，大家好自为之。各位的情谊，本王心领了。殿下，殿下。